錄音轉文字之外 ，iOS 26仲加入咗通話即時翻譯嘅功能。喺講電話嘅時候，同樣都係喺左下角嘅更多選項入面就會見得到噶啦。而喺 iOS 26.1嘅版本入面，就再加入咗中文、日文、意大利文同韓文嘅支援。雖然廣東話暫時仲未可以做到直接翻譯啊，不過我哋就發現，只要講嘢嘅語速慢啲，佢都可以理解到大部分嘅廣東話內容嘅。如果係由其他語言翻譯翻做中文，就點都係得普通話嘅語音嘅啫。明日の19時30分で2名様ですね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明天19點30分是2位吧？冇錯啊，但係我想要一個靠窗啲嘅位置啊。そうですね。でも窓際の席が欲しいです。窓際のお席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？ご用意できます。窗邊的座位可以嗎？可以為您準備。好啊，麻煩晒你。而佢嘅翻譯速度就同市場上有同樣功能嘅手機一樣，都需要啲時間俾佢翻譯再朗讀翻語音出嚟俾雙方聽嘅。不過速度同準確度都算係可以接受啦。但有2點都需要留意嘅。首先，通話即時翻譯同通話錄音呢2個功能喺通話嘅時候就只可以二擇其一嚟使用嘅啫。另外，如果對方唔係用 iPhone， 又或者佢部 iPhone 係唔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嘅話，你都一樣可以用到以上功能嘅。不過對方咧就唔會睇到轉寫出嚟嘅文字。